也拜合作强理行，俺哋来到新竹关系，同多人上到关系，我想到仙草、老街、东安古桥，唔过真正做得靠近地方日常嘅入口，其实系关系宫有市场。早晨的市场清有生命力，摊位一开，抢菜、米食、熟食、酱料一行一行排出来。阿婆嘅招呼声、摩托车嘅声、热汤嘅香气，本野草细阵慢慢响起来。关系系客家味当浓嘅蔬菜，市场度看得到板条、菜包、萝卜板、米粽，未看得到咸猪肉、吉酱、泡菜、萝卜干，也都唔系特别味道刚刚包装嘅菜色，系地方人生活度真正嘅味道。在关系市场，吉酱是一条动有代表性嘅线索，新竹是柑橘产区，关系市场度当多摊位，有自家做嘅吉酱，有嘅酸香清爽，有嘅加辣椒，有嘅带米酒香，拿来配肉、配饭、配青菜，全部当甘味。客家美食咪系唔好错过嘅一站。菜包、热板、凤板、甜板、咸板，为等等季节老节庆变换。市场度嘅美食，唔单唱系卖点心，咪系保存一种等等节气来过热烈嘅方式。行到较甜嘅时节，做得坐下来食一碗面，也系板条，有葱香、汤头香、猪头肉汤嘅温度，全部系关系人熟食嘅日常。也就种味道无法理，唔过当食材。关系还有另外一种重要味道，就是仙草。对市场度嘅仙草饮，到老街顺的仙草、本寿仙草、老仙草等路，全部老野草细整嘅土地连在脚下。市场行过以后，就得顺等街路行到关系老街，逢转街屋老店招牌。全福巷老附近嘅历史建筑，本人看到关系过去因为好运茶产业老农产交易热闹嘅评价。也拜旅行唔一定爱干当到景点，慢慢买一罐吉酱，食一扎菜包，啉一碗仙草，汤场上讲几句话，就已经当搭群合作嘅生活节奏。新竹关系宫有市场。名人嘅蔬菜唔单唱系好食，系记录客家人嘅权俭、素路、农产老人情味，变得一个当日都会开嘅蔬菜。下摆到关系，模仿对市场开始，用早晨嘅脚步行入一处客庄，未行入一座亲正式嘅地方风味。